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今仔日咱来到孔仔寮一个小所在，地号名叫做尊里仔坳。这是什么所在呢？你看我后面，你敢有小可有熟悉？这就是咧讲咱台湾高抗原生地的过去、现主时、甲未来。今仔日新眼界。 要你开眼界，到底台湾的原生高抗要安怎来继续行落去？安怎复兴？尊里仔坳。哇，阿兄，你好，哦，久记，我看到山顶头哦，这个麻叶哦，这个飞，我就知影这生态哦是的的确确有小真完整啦嘛，真好，因为这已经消失真侪年啊，这阵才搁出现。哦，这个做，对你转来伊就出现啊啦。唔敢安尼讲啦，还是讲大家努力会变好啊。你本来是外地，出去外地嘛，吼。对。啊，转来偌久？我已经正式转来，正式搬转来是已经10年啦。然后所离开电子业已经10几年的时间啦。对，迄阵就开始想转来讲要来看卖安尼。是，因为咱是希望讲，其实我转来分做2个阶段啦。其实离开电子业我就随转来。问题是迄阵阵转来饲鲍鱼，饲鲍鱼饲的无销，无通路。嘿，迄阵是当白饲的啦。对，大陆的竞争。所以咱变做讲，咱就只有说你创品牌、创通路，咱就去母公司做先务本部这个公司。哦，我甲你偌支持咧。谢谢。系啊，咱到尾就是变做讲，等甲咱通路稳啊，咱就是变做讲转来遮，咱有希望，咱有一寡想要做的工作，会使转来遮，一定要转来遮才我做。安尼吼，我想吼，真侪少年观众朋友吼，无啥了解咱孔仔寮，甚至是讲免讲咱尊里仔坳啦，连孔仔寮是倒位就东西南北，当时刚知影讲我敢若会电手安尼啦，吼，对。其实孔仔寮在我细汉时阵，哦，真有名的饲高抗，对。哦，迄阵是真兴，后来佫落落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你讲互咱观众朋友听。因为当初是阮为民国50、60年，阮就伫遮就开始饲高抗啦。然后其实一直咧好到民国90年左右。因为迄阵因为长期性大家无去注重到这个基因弱化基因的问题，所以导致基因弱化。近亲繁殖。然后到尾就是变做讲。有个人就为大陆引进一寡材仔入来，然后带病毒，所以变做讲害咱的高抗产业，伫一夕之间崩落去，全军覆没。而且因迄病拄啊起来，因迄病拄啊起来，因病到尾因就改饲鲍鱼，到尾甚至到即阵就是一直拢是低价甲咱倾销。你讲到关键字吼，鲍鱼甲高抗到底有啥物无共款？胖华你敢知？你们有看吗？你是点头还是你唔知吼？鲍鱼甲高抗有啥物差别？其实鲍鱼甲高抗，因拢是鲍螺属的生物啦。只是讲因伫外观顶悬内底，就是变做讲伊迄个外壳较无共。食起来口感嘛有淡薄仔无共。外壳较无共，外壳就是一个有高抗啊。其实高抗甲会使高抗平常时开空拢是走5至7个空安尼啦。5至7个。伊其实迄个空是要做迄无，算讲迄个排泄。然后就是算讲生殖。最主要是这个作用啦。伊变做讲迄个空是一直大，一直开，一直大，嘛一直合起来，细只的时候一直合起来，大的空一直开。所以其实伊高空唔是做高空啦，唔是高空，无高的空。5至7个空啊。那鲍鱼咧？鲍鱼大概拢是3、4个安尼啦。然后伊的空会较悬，会较突出，像火山口安尼，会较悬。敢爆炸安尼啦。对，伊的空会较悬，咱等下会使摕壳来看卖啊。是。然后伊的壳会较绕，这是咱的迄个鲍鱼的外观的区别。哇，要甲你小可拍断者，咱甲观众朋友就小解一下。阿兄吼，伊踮遮吼，伊做食农教育，
哦，而且哦，做生态的这个环境吼，做了真焦全吼。你甲咱讲，你咱家除了饲高亢以外，还佫饲啥物？阮伫这所在，因为高亢来讲，咱讲一句真实在话，真正高亢趁袂着钱。你知影真正无做前啊，收工咱卖去啊！你讲高亢趁无钱啊，所以咱是爱，因为变做讲，咱拄仔讲的头前大陆的倾销，所以导致咱的变做讲高亢是歹卖。啊，所以咱想出的办法就是地产地销，所以咱会做这个体验小旅行，咱互游客来遮体验，这做这食农教育，互伊知影实际上看到的是遮尔好的环境饲出来物件，互伊更加信任。所以咱伊会使长期甲咱支持。咱做这体验小旅行，最主要是这个主要原因是伫遮。我了解讲你做心酸诶。无，咱最主要是这个是一个带动啦，带动的带路啦，吼。所以你还佫有饲白虾。对。甲海葡萄。海葡萄，佫有海胆。海胆。海胆，这几年政府拢在讲地方创新。地方创新，我感觉上重要，其实就是一个爱甲产业做起来。你讲叫少年的转来，我补贴你这话创啥？伊嘛要创啊？嘿啊，按补助领完等于就无啊嘛。所以这是袂使。我是感觉讲产业健全了，伊会使长期性。变做讲伊会使伫遮有头路，然后有生存的方式，有赖以为生的迄个职业。过来就是变做讲其他的人慢慢衍生出来，像你讲我高亢饲好，其他的人会使伫遮卖高亢无？伊也会使卖煮食的啊。咱虾仔饲好，伊会使伫遮卖煮，卖人食无？会使啊！这就是地方的特色。你讲像海胆，这几年阮遮海胆嘛足有名的。你讲这东西会使会使吸引一寡消费者为外地来咱这个所在。咱哪行咱来看吼，即摆现主时你敢有放药啊？药啊，阮无放药啊。无放药啊？阮绝对袂放药啊，因为我希望我的上大愿望就是希望讲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会使传予咱的子孙啊，咱一定要给保护掉的，咱袂使讲把这个环境破坏。咱互观众朋友知影吼，高亢伊拢食啥物大汉？高亢食足天然的，阮拢是食叫做海藻的龙鬚菜。龙鬚菜哦，迄个龙须菜，反正就是海菜的一种啦，不是迄个陆上迄种啊，迄个香鱼龟秋迄啦，不是迄个胖龟秋啦。对，咱是食迄个龙鬚菜。这是像这面图就是咱的木主前咱咧做的一个算讲方式。循态你有循环养殖哦。咱就是变做讲，甲这个高亢，原本咱高亢池啊，热天啊，水会足烧的，咱来甲拍掉。听讲伊嘛25度啊，24度，是哦。伊是上好的温度是25、6度安尼啦，是上舒服的、上适合的啦。问题是即阵热天啊，拢甲31、2度。夭寿。所以咱就变做讲，拢是会甲迄个算讲水拍掉。拍掉就浪费啊嘛。浪费咱就是引进来去饲白虾，白虾原本嘛是爱换水啊。咱就是甲这高亢窟来水换来饲白虾。这个意思。对，饲白虾，饲白虾会放屎啊。是会放屎，咱就是排泄，会排泄，咱就是变做讲种海葡萄，落去净化伊水质的净化，卖互有氧化。对，排出的水相对就较清澈。然后咱的海葡萄的产地嘛真悬。这听讲是这食物界当中的这体质啊，绿色鱼子酱，绿色的鱼子酱。是。对，这是素食者的圣品啦。伊这是高钙多糖体，加迄个欧米伽3拢真丰富。因兜的这白虾我来讲，拢无乌刷呢。咱迄是变做讲饲的这个，咱是用较早废弃的迄个水泥的迄个高亢窟啦，落去饲伊的刷根的情形。来，咱哪行？来看现场。咱来去为这边行，为这边行，看咱的迄个虾啊，加海葡萄。这就是海葡萄啊。对，咱起来顶管遮看，来。注意哦，这真深哦，这你莫看，这像一这偌深嘛？这有2米外，那2.2米、2.3米的迄个水深，咱这以前是饲高亢的，这以前拢有厝尾顶的，这较早你看这铁矿，这拢是以前拢是有厝尾顶的，伊拢是用天车伫作业的，是工业化的生产高亢的概念。以前咧用天车呢对，咱这阵就是甲这个，算讲拢甲排除掉，然后开始你来这饲虾啊。然后顶管咱就种这个海葡萄，咱就种这个海葡萄，
哦，这就是我们的海葡萄，我给洗洗。哦，海葡萄大家拢爱安尼有无？爱小个绿绿的哎，吼。爱给洗洗，啊，互伊光合作用更较好，啊，伊就生了会较水。哦，这就是咱的海葡萄。哎呦，哦，你看这上网办起来，规罐呢。哦，这吼哇，即摆日本料理上起行啦。嘿，是，这是真高贵的。咱这高贵实在呢。嘿，这外口伫卖，伊个无，像外口的海鲜餐厅伫卖，有1公斤爱卖到2000块以上呢。啊，你就补啊。啊，咱就希望讲是创造这个有无，互这个废弃的所在吼，这完全以前是完全无价值，废弃是完全无价值。咱甲这个创造伊的产值出来，哦，产值出来了，咱会使互少年仔转来，咱遮有加一个选择，哦，你会使做这工课。啊，变做我问你一个问题吼，是，这个产业吼，嘿，敢有通讲放手路啊，收土地啊，人会当来复制？哦，这是无问题啊，只要有人愿意做，咱就是愿意教，迄拢无要紧，这无问题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产业敢有通啊，佮继续扩张啊，有市场有销路，会当逐日佮继续行落去安尼。咱会分几个层面啦，吼，几个迄个就是讲，像虾啊，其实台湾的虾啊是一直拢有需求的，哦，台湾的虾啊这是拢完全无问题。台湾目前种虾啊的迄个自给率，哦，自给自足的比例其实是增加2成至3成。啊，佮食无够咧。嘿，这7、8成拢是爱靠进口的，所以这个虾啊市场是真大的。啊，你啊讲像海葡萄，这咱就是爱去推广。无之前我拄着上大的问题就是，大家唔知要安怎食。对哦，大家唔知要安怎食，啊，唔知要去倒位买。咱小等哦，伊会教咱安怎食。哦，等下咱会再试看卖。阮甚至教咱食。阮甚至已经甲海葡萄摕去做面啊，已经摕去做面啊。够 Q 哦。对，嘿啊，然后就是完全海葡萄落去烂米粉落去做面。哦，阮已经做到这个程度。啊，但是要进入这个文化，敢有真悬，门槛敢有真悬。啊，其实洋俗拢有一定的眉眉角角啦。外人咧看像啊，都无问题啊，就是怕水、怕风、怕拍啊，然后饲落水放伊就会大啊。足侪人就总讲啊，高康爱食饭。无啦，嘛是爱落本钱的，啊嘛是爱开时间，因为像我要饲这个虾啊，我嘛是开真侪的时间去学习。哦，嘛是当初是要饲这个虾啊，嘛是开几啊年，四界去共拜访啊，然后去学校去读册啊。因为听起来哦，你即摆开始有讲哦，讲过去饲高亢失败的经验，第一就是近亲繁殖，是无毋对。第二就是对着对手无了解，哦，对，无去因应着讲，这个销路啊会讲去小拍店无？啊，咱的出路伫倒位？是。你甲看吼，你讲即个海葡萄，你有即个想法。啊，若白虾在咱台湾即马，啊，佫食无够咧。是，无毋对。啊，若高亢，你讲在地来养殖嘛？哦，啊，互伊来体验。但是即个高亢，敢有法度讲啊，继续佫探升落去啊，变做一个大产业？你家己，因为你遐讲你饲高亢就无一定会趁钱。是啊，其实我这几啊年我有对于就是有做一部分的代志，就是我伫推动，就是变做讲，其实咱台湾的养殖业拢有普遍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变做讲保种育种无彻底，无注重，变做讲你像我讲一句实在话，你讲像我即阵饲的虾仔仔，咱嘛是要外人进口，你啥所在饲的惯？啊，因为啥物物件拢是迄个仔仔是上基本的，啊嘛是上重要嘛。对，因为这仔啊，不管是菜仔哦，还是讲咱这虾仔、鱼仔拢好，伊这就是变做一年抗天，咱若是一年的收成就靠一届啊，就是靠这仔，这仔也无好，你收成就无望啊。所以咱是变做讲，我这几年啊，我嘛是一直鼓吹政府，咱爱甲这个保种育种这个工作做啊好，做啊好的时阵，啊改善新的品种，互咱有法度饲。咱足简单的嘛。你饲高亢，你饲虾啊，拢共款。你的成本也低，你就竞争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成本低当然是咱自身的管理真重要。以外，咱假设大家的管理方法拢是，水准拢是差不多共款的，哦，啊，果然就差伫倒位。要比啥物？就是源头咯。就源头啊，就是虾仔啊，你虾仔也好，你鱼仔也好。有强个用对，你饲的好，你成数饲的悬的时阵，你成数悬，你成本就低啊嘛。
啊，你今仔日你的成本，你的成数加时，你成本就悬啊嘛。啊，听起来你敢若想要往这方面去行哦？这个部分爱开真大的心力啦，啊嘛是爱资本的，爱真大的研究团队呢，研究团队。啊，这是我是希望讲政府会使伫这部分会使加强，甲咱这不管是农业、渔业拢好，伊这个保种育种给做啊好。哦，这是变做讲，这是咱的根本的代志。你根本啊做好的时阵，过来就是个人的管理、个人的迄个算讲经营的用心的程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这部分是真重要。啊，伫遮嘛呼吁政府会使给斗相共。咱海葡萄吼，是一年四季拢产量拢有吗？会使，这拢会使生产，这是、这会使，我这是有法度规年通天拢。所以规年通天拢钓时了，拢会使生产，拢无问题。啊，那白虾咧？白虾，阮目主前是伫努力是，变做讲，互伊稳定，伫咱遮一年会使生产两水就对啦。啊，两水，是春季加秋季。咱一般咱就是变做讲，春天放，啊热天煞收，嘿，啊然后秋天佫放，啊然后希望讲春天过年期啊遐收。咱是希望是努力，互这个算讲场所为所伊迄个利用率，利用率是上悬的，咱会使变做讲，咱的产值会使上悬，安尼时阵，咱少年啊转来，伊会使过好的生活。咱希望啊，所以咱若要饲面香，要食白虾，要食这现捞啊的，免讲现捞啊啦，讲较新鲜的，你会建议咱消费者爱差不多当时来食。像阮这个部分是第一热天啊，阮就开始恁兜就爱食热天的，出过年前，迄拢会出产。大家会记的哦，谢谢。啊，咱就来看吼，除了这区啊，咱来看另外这个。高抗养殖的部分，高抗养殖的部分，咱就来看卖。OK， 好。哎呦，阿兄啊，你是这拍火队员哦，这消防员哦。咱即摆阵要饲高抗，就是要用这个水管来用。饲高抗用喷海菜，用这好事。对。喷海菜。哦，你猜猜伊？咱拄啊洗好，爱为这个喷落去，互伊。才食会着。这饲这海菜，你喜欢这？我喜欢这个吼。咱这饲这海菜足简单的两个关键。第一个关键就是要饲焦，因为咱的高抗袂晓受水。伊拢伫固定伫守株待兔啦，等你物件。送到位啦。送到门口到。啊，第二个就爱注意，莫去落落去。送到位哦。对。这边那喷条纹。咱就是左右，我一般我习惯就是左右。我家己爱目测安尼。对，然后前后，咱就是搭配，咱就是本种平常时啊，咱有时咱会落去看海底迄个高抗成长的情形。咱就知影讲，倒位较密度较悬，倒位密度较低，咱就。你家己有了了知影。咱就大概知影，咱就爱加喷一寡安尼。但是海菜喷落去，伊袂安尼浮的。咱这海菜是18个啦，所以伊会沉落去安尼。所以咱来试看卖啊，好不好？我先试完一届，互你看吼。这海菜都已经喷出来，你看乌这个海菜。这这个左右咱就先倒平正平安尼。过来就是前后，安尼保准有无每一只较食会着，无咱这一缸饲一抓尔。一缸伊食安一抓尔。饲一抓，你个算计，伊差不多一缸伊落爱食的量差不多，若算斤还是算公斤安尼，差不多爱食偌济。伊即种即满阵咱这材啊拄放啊尔，较细粒，所以食无遐济。食无遐济，这一缸也是。一两百斤啊，应该就真有够食。然后等甲较大粒的时阵，这一缸有当食几千斤的。一缸食几千斤咯。系啊，所以你看伊这海菜，伊就慢慢就沉落去。有重量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伊绝对就伫水底，伊生长就是伫气温内底。咱这海菜唔是咱在地生哦。咱这海菜拢是迄个中南部的气温内底，迄个鱼菜共生啦。因这个气温内底种。有诶饲粉苗啊，然后就是顶悬放海菜，安尼的时阵变做讲，算讲有无伊产值嘛，产值会较悬啦，产值会较悬。这高抗真高骨啊，佮食迄个汤餐的，佮对中南部送起来呢。对，这高抗这凉蔬菜本身对是较营养，
哦，所以阮几啊十年来，阮拢是拢是食这食这，嘿，拢是食这。咱无咧食迄个算讲其他的食物，拢是。啊，无咧饲料哦，无，嘿嘿。嘛无法度啦。无法度，啊，伊迄饲料落去容易水质的变化。啊，伊这咱这凉秀菜其实本身伊嘛是算搁是活的，伊落去伊嘛是过伊袂水烂去。啊，对水质安定会较有帮助。哦，说。啊，你要来试看？好，来，我来。来，安尼甲你换着，吼，换好。嘿。啊，骹步刷在，吼。哦。来哦，注意哦，啊，那个两面书你莫给冲落去哦。哦，来一。胖华，你来记哦。来。哎呦！哦，这唔捌练过袂使呢。嘿。像我这安尼细粒子的哦，哇。袂啦，一般拢有法度较济啦，嘿，囡仔较可能较无法度，咱这村的咱大人应该加练几摆啊，应该就袂遐尔感觉遐尔压力遐尔重。我感觉会去有扭去呢。嘿，伊这胖虎啊真强呢。嘿，有5马力，啊都会去5马哦。对。啊前后。嘿，啊前，左右前后安尼嘿，袂歹。啊你。啊，迄个退休会使来遮做工，退休会使哦，会使来遮饲狗工啊。哦，车就头路啦。制作人，我退休啊啦。哦，这样呢，一头了饲几只的？放几只？阮这一片大概饲20几万只。你讲是？我刚刚我咧喷的这款啦。无全部啦，全部吼。你这喷的这个大概一比咧。大概伫2万至3万只卡达。2万至3万哦。嘿。好。OK， 我给关起哦。好，来，你放手来，我看着，我这。哎呦，有影咧，唔捌练过吼，真正规个人都出去呢。嘿，对，伊这算讲啊，用惯势就好啊啦。啊，其实拄开始来这游客就爱来这体验的，就是讲迄个刺激感觉，尤其囡仔，囡仔讲，我毋捌做过消防员，不过有体验迄个感觉。对。咱即摆看吼，伊即摆甲幼崽啊，幼崽啊，对。啊，若是成熟了，咱拢当时开始会当采。咱这每一年吼，咱的收成的季节是大概伫中秋前后。哦，大家会记哦，中秋哦。反正就是也足简单的，就是要烤肉，咱想着咱食狗壳。哦，对，这一年一收。无，咱一年就是为迄个所在开采。在9月、10月遐开采，开采了，咱就是变做2、3个月，因为伊有大粒、细粒的，大斤大万的人嘛。大斤的，咱就先收起来卖；大万的放在裤仔底继续饲。继续饲，然后。佮采2、3摆了，甲翻转年的迄个清明附近啊，咱就甲骨仔洗啊清气，佮定甲佮放新的材啊，安尼就一年一个循环安尼。所以对9月份还是10月份开始，对，一路去到3、4月，对，拢有通啊生产，拢有啥生产？阮无生产，阮生产是拢是几工啊，别人一直陆续陆续，因为其他人嘛生产，嘛会采收嘛。就是变做讲，阮的产期，所以阮规个东北角的产期，就是咧讲9月、10月开始，到翻转年的4、5月安尼啦。是，咱咧采收的时阵吼，听讲唱水落去唱。是啊，咱咧就是变做讲爱加迄个空气管散数，然后落去遐一年咱即内底冰石头，所以你即只看袂到石头，阮嘛是上惊就是啥，来遮游客拢甲你问，头家哪会无看到狗壳？我就惊伊问这个问题，为虾米？你知为虾米无？藏伫石头底啊！对哦，敢若一种情形伊会起来特别死的时阵会起来，浮起来，再爬起来石头面的。所以你啊，我无看到是正常的，我拢甲游客讲，咱无看到是正常的。你若看到，我就爱烦恼啊。所以这藏落去，藏水壶安尼，伊有材料，然后一工头藏偌久安尼？伊每一工吼，咱这个藏水壶一工是变做讲。迄个做6点钟久，早起8点落去，11点半起来食饭，半点钟久休困，就是12点咱就搁落去，然后落去到下晡2点半，伊一工工作6点钟久，足辛苦，辛苦呢，足辛苦，因为你也知影，因为因工作的时阵，大部分拢集中伫秋冬的季节，特别冷。海水特别冷，顶头去烧热，有当伊树老好安尼。对，你讲安尼时阵有无反差足大的时阵，迄其实足辛苦的工作。所以阮这边的唱水壶嘛是变做讲，
慢慢愈来愈少啊，无人爱做，无人爱做，因为咱产业无好，佮加上变做讲这些遮辛苦的工作，所以慢慢长水夫是老伙仔遮而且老板呢毋是讲捡起来拢会当卖呢，大细粒哦。哦无，伊伫水底爱建好啊，爱先经，所以爱专业去看呢。爱专业，伊就底下一粒一粒石头掀，然后大粒的捡起来，细粒的继续留的。哦，所以毋是安尼好起来，好起来都好。毋是，伊迄所以咱是爱专业的，爱你爱看有，伊伫下骹就知影讲哦，帮咱判断大细，然后就是变做捡起来了，捡起来了，就是变做咱就是爱咱顶管再搁做搁幼目的分啦，因至少因就是袂使大细粒拢起来。哇，这看这真正是高度密集的这个人力伫的。对，所以变做讲慢慢咱就是爱转型，互伊的经济价值会搁较悬。然后，然后咱嘛是爱希望讲，甲这个算讲伊的材啊，甲种啊好，互会使搁顶解搁甲饲起来。会使饲起来时阵，咱就是变做讲，你也有法度付得起较好的薪水，你会使付得起有无算讲。较好的条件，人就自然就有。消费者买啦，爱食，才正面循环。对。咱再来看这个画画。好，咱来去看迄边遐。咱即嘛玩起我细汉时阵的记忆啊。我有当时来钓鱼啦，来食这高康猪。来这收水安尼。收水啊，就是这种的啦。迄阵才开始教迄个空气讲空气讲，开始咧实行啦，来淡遮呢。你即嘛咧淡遮创啥？伊这边吼，像这个区啦吼，咱背后这个区啦，这是阮算厝边仔下啦吼。因这其实下一代拢无伫接，人因进前是已经有荒废去啊，尤其是顶悬迄个区啦，嘛已经立体已经荒废去啊，拍荒20多年啊啦。我伫旧年、前年、自年甲伊。算讲规个拢甲做起来，拢甲做起来，人甲活化，顶悬饲白虾，顶悬饲白虾，咱拄看白，原来是白虾甲海葡萄的搭配啦。下边，咱这个算讲窟仔底，因为伊这窟仔嘛，拢算讲较歹啊，因为长期无迄个经济效益，因就袂去修复，石头无去变啊，无啥。然后下骹拢底较歹，然后阮这样阵，阮就是开始伫遮，阮就是开始增加一项物件。就是饲海胆，饲海胆哦，饲海胆，对，咱这饲海胆，咱希望讲伫遮会使甲遮个算讲有互伊有迄个被利用的价值，这个窟仔被利用的价值，所以咱伫遮饲海，咱这个窟仔，咱就是最主要是饲海胆，饲高卡，刷落阮今年的计划就是伫遮种蒜莪，希望讲甲，因为咱这样阵伫外口，蒜莪嘛愈来愈少啊。咱希望讲伫这个所在，咱有法度去种这个蒜莪，甲这个算讲海域，这个蒜莪是这个算讲这鱼啊、虾啊，因的基本的味的所在嘛，收啦，因的收嘛，咱就是咱希望讲有法度慢慢搁甲伊一步一步甲伊中建起来。目前咱养殖的是紫海胆，饲较长的迄种。饲较长的是迄个乌，咱看是乌色的，其实伊是紫色的啦，伊是深紫色。另外一种是迄个马粪海胆啦，马粪海胆较有名是偏像偏乌迄种，偏乌迄款的。咱遮原来有生产啦，只是讲咱伫养殖的时阵，咱是变做讲紫海胆为主啦。伫阮遮的人的记忆内底，紫海胆是上好食海胆。上好食，甜，然后过迄个海胆的香气。对啊，哇，迄即我40年啊，一直难忘呢。我等下你也要食，我嘛会使请你食。哇，今仔日真正有好康啊！但是想要一个问题，是，咱敢落来放什么饲料，什么，还是讲干那放养安尼？无，海胆咱嘛是原来是爱饲，咱为什么咱选择饲海胆？因为咱嘛是凉收菜，伊就使食凉收菜。食同款的啦，做同款用食同款的食物，然后同款的使用方式。一举多得啦，对。咱这甲这个多样性甲伊饲起来，咱才有法度吸引外地人来咱遮消费，来遮旅游。你拿讲我就吞嘴软，咱来食看卖，来食看卖，来食看卖。拜拜。这青色的是变做做囡仔时阵，细汉的时阵，伊就是食青绿藻，伊就是生出来确实青色的，所以咱来遮拄啊，拢食什么菜？凉秋菜，就是变红色的，因为增加这个环境，佫唔甘咱这个厝，这个阮爸爸辛苦拍落来的这个产业。
哦啊，然后自细饲咱大汉这个产业，哦无去，哦咱这高亢产业无去，所以我希望讲咱转来会使想看有啥物办法，会使甲这个算讲产业定改甲复兴起来。哦，真正饲笑来啊！咱这讲高亢吼，咱讲十色的后、红色的后，这是青色的吼。嘿嘿嘿，伊就是食无共款的，就无共款的。食无共款的食物，啊，伊就是无共款的迄个壳就无共款色水。嘿，啊，伊这以早这是算讲这青色的是变做做囡仔时阵，细汉的时阵，嘿，啊，伊就是食青绿藻，嘿，啊，伊就是生出来壳是红青色的，嘿，啊，所以咱来遮拄啊，拢讲食什么菜？凉秋菜，嘿，啊，就是变红色的，啊，对。咱即马要来做这炙烧，哦，每一个游客上期待就是来遮有无饲完高亢就来炙烧9孔，啊，品尝9孔，安尼，哦，互咱来试看嘛，互咱食上原味的高亢，哦，来，咱就点火，哦，咱为伊的壳来烧哦，为壳先烘，哦，哦，先甲这壳烘啊，水分甲烘啊无，烘啊完，吼。烘一困啊，哦啊，等伊水分完全无的时阵，哦，等伊水分完全无的时阵，哦，咱就是来个变过来，哦啊，然后4颗连灯继续烘。袂当烘伫肉顶头。哦，因为伊爱有一个时间，你啊烘一直拢你烘肉顶悬，伊会伤涩，臭味大。啊，对，咱就外围先甲烘的。开始你滚了了，哦，开始滚了，伊慢慢收缩，你这拢超过几分熟？哦，咱这个因为咱高亢的保存进前就已经，咱有冷冻保存的时阵，咱是已经穿烫过啊。哦，是，啊，咱有创烧啊，嘿，啊，咱就是变做讲冷冻出来，咱个定解个烘过，增加伊的滋味。哦，啊，然后大概1分半钟、2分钟就熟啊。哦，高亢料理其实足紧的，因为你摕倒去厝的。就总讲用厝的、用砂的、用蒸的，嘛是几分钟会解决的代志。嘿，啊，你用砂大概就是水滚落去1分外钟就解决啦。哦，就好，就已经熟啊。啊，你若讲用蒸的，就是安尼有无？这个肉哦，胃顶安尼吸落去，啊，然后就是变做讲，是大概是小火一丝仔油啊，小火大概蒸6、7分钟就熟啦。啊，会使食试看卖？嘿，试看卖。啊，这食高亢嘛有美甲哦。哦。毛高亢毛梅，食这高亢毛梅，甲咱拄啊看，迄高亢的喙咧食，伊这较凹的所在有无？伊这有咧凹凹的所在有看哦，这个所在，啊，伊这有伊的触须咧遮你看吼，这是伊的喙，手啦吼，伊的手伫遐嘿，哦，啊，然后咱就是为这高亢喙，哦，高亢喙，甲背甲扭起来，啊，往外拉，扭啊悬，啊是规粒真完整落起来啊，嘿，来个考试，拄好你有看过公的甲无？啊，这个公的也是无？这个是公的。哦，无，这个这是青哦。规条拢全青。啊，这是母的。哎，对，啊，伊也一半青一半白，就是公的。一半青一半白。一半乳白色、乳黄色的。哦，是。但是一般一个常识，有人讲，哎呦，这青青唔能食。啊，伊这就是伊的内脏甲伊的生殖腺，所以伊其实是会使食无问题。我就问恁一个上简单的问题，来，我问你吼，你食蚵啊？有去内脏无？要安怎去内脏？啊，无法度嘛吼。啊，你食迄个算讲蛤蟆，你有去内脏无？要安怎去内脏啊？规粒的啊。啊对啊，啊伊个食落的意思是共款的。啊，所以你变做讲，其实你会使安心食，无问题。像你食扇贝嘛是规粒食落去嘛，伊嘛是内脏做伙食。啊，你这落去有啥物感觉？就嫩的呢，就嫩的，啊慢慢剥，嘿，愈剥愈甜，嘿，啊，你第二喙你看，你连这个内脏做伙食，伊个无共款的层次，嘿，你就做伙食两个连肉做伙给食落去，哦，伊迄个海味，哎呦，哦，来，咱这里，哦，哎。刚讲的蟹膏呢？对哦，啊，伊个海味哦，满满的海味，很鲜呢。啊，咱今仔还有白虾，还有白虾，有海葡萄，有海胆，海胆在咱伫边啊准备啊，伫排队啊。咱就即马来一排，来品一个哈。无，咱海胆食，过海风食海胆。哦，是，来试看卖。来。
你捌食过海胆？是啊，当然捌食，捌食过。来问你，哦，海胆，这是真重要，重视哦，吼。你海胆有，咱食迄个所在是啥物物件？啥物所在？伊生殖腺啊。哦，对，伊生殖腺。哦，你真内行呢。哦，博学多闻呢。当然爱食咯。啊，然后来，我问你，来，生殖腺有几条？哦，这我都唔知啊。刚的某的嘛唔知啊。哦，伊无刚的某的。无对啊，啊，伊迄个生殖腺吼，这甲你讲这真重要。哦，这就是避免你出去去用骗去，你知影无？买去用骗去。哦，你明明买一粒，人家迄个头家来无雕塑无共款，数量无共。所以一粒拍开内面爱有几？爱有几瓣？几瓣？先卖个关子，等下咱拍开了，你家己算看卖啊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来。这两个签啊，安尼有无？给签开安尼，一般阮以前是用刀啊啦，拢是用那是菜刀安尼有无？咱就给签开，哦，那个签开，变开。哦，对，啊，今仔这个较无遐尔饱满，啊嘛是有，啊来你算看几条？伊生殖腺安尼有几条？这念中啊是做一个中心啦，这两三，哦，啊这两，安尼算吗？对，安尼拢总几条？安尼5条。拢总5条。哦，啊，一个正常的海胆，一粒正常的海胆是有5条的生殖腺。哦，这是重视。哦，你变做讲消费者处理的时阵，爱特别迄个会记哩。哦，安尼。来，咱就是安尼，有无用一个类似像汤匙这样那个起来？哦，安尼算大粒啊啦。啊，只是讲伊这个较可惜的是讲伊这个线吼，伊这个生殖腺较无遐尔饱满，因为这个阮饲的这个所在，伊的食较无遐尔饱满安尼吼，所以较散数啊。啊，毋过嘛是有啦，嘛是有生殖腺。安尼算袂歹啊啦。对啊，安尼算袂歹啊啦。你知影，阮自细汉，阮爸爸其实就是伫拢是伫采收采海胆。所以你看我来会晓学。对啊。就是以前阮做囡仔时阵，海胆食海胆。一个乌里上来我食。你看，这是一瓣一瓣安尼给学出来，很清楚。我们一个海胆就是有几瓣？5瓣。5瓣的迄个海胆糕，哦，阮这叫做海胆糕。海胆糕，哦，这咱就是一粒有5瓣，以前阮会使讲采这食甲不要，啊，这阵无法度，这阵真珍贵。这阵这一粒海胆，伫阮这当地贩售拢200-300块咧。一粒啊？一粒就要200-300块。哇，是，这拢是。这是真珍贵，因为海洋资源愈来愈少啊。是。安尼，咱继续来煮面。哦，咱继续来去煮面食白虾。咱头去食海风的，即摆是安尼，规个拢青草的。青草的，啊，这拢是你有发现哦？这拢是咱家己的产品。用本港的。本港，这家己生产的。哦，咱的白虾，咱的高抗，啊，这是本港的小卷啊。哦，啊，咱来组装一碗漂亮的面。啊，对，这面是咱家己海葡萄面。落去拍，海葡萄原汁落去拍面。哦，来这就是一尾虾啊，两尾虾啊，爱两尾。哦，咱这家己生产的加一组啊。哦，来2个9孔啊。来，我们来一点点的小卷啊，来2只小卷。哦，这有够青笑。对，来2个小卷。啊，当然也不能错过我们自己种的海葡萄。我们自己种的海葡萄。咱料理足简单的。足简单的，其实无什么技巧。就是食原味的，物件先食原味就可以了。来试看卖。好，来试看卖。你头来讲，我拢无专心啊。这面有 Q 呢，有 Q， 而且会囥的。咱这煮好，差不多有20分钟啊。啊，国 Q， 哦，袂安尼花油。对。就搭配一点它的海葡萄一起吃下去。画龙点睛这样。哦，所以我巴肚就拄啊好。嘛是个加了。辛苦啊。然后啊个这。过来就是咱的干煎9孔，啊这9孔要食安怎食？拄啊，甲你教过啊。对这手，为这个嘴，安尼给吐落去，啊就裂起来，规组，规这，裂起来，
贵州摕起来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哎。啊，搁配落，我配咱的面。啊，这虾啊，这虾啊是咱的有无？顺海水白虾，咱家己饲的。哦，拄啊，你要看遐，你下边饲的顺海水白虾。你看这壳吼，毋是迄种软软的迄种壳，嘛毋是讲真硬，但是安尼规米，这就你就知影讲这真足轻的，而且吼，你看肉质，因兜的虾啊，我食过，有一个特色，你吼免抽这乌手啦，对，所以刷筋拢无，你看这真 Q 弹，真正我无骗你，你毋通讲我食啊真太过，你看了吃，做了真芳。阮这真侪人客来嘛是讲，我拢连较粗的煲呢，系啊。哦，真食好。刷来吼，我搁要请你来海边啊，啊吹一下海风，想到你少年时阵，外口走动，搁转来故乡的心情。是，好啊。咱明来。好 ，OK， 继续食一嘴。我继续给食完哦。阿兄啊，吼，嘿，你踮遮做这款代志吼，你会感觉讲，你会真寂寞无？拄开始的时阵一定会啦，一定会咧挫折感啦，一定加减拢会，特别是拄着无算讲你无法度突破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啊，会真无力啦，因为你我代志拢是一定该家己摸索，哦，你会感觉讲较寂寞。啊，好佳在阮某拢是真好支持啦，所以是我这部分我是感觉还好。啊，咱已经我转来的时阵嘛是30几岁啊啦，嘛已经毋是讲像人这样阵迄个1、20岁的少年家哦，啊伊规工爱迄个5花10色的生活，因为真喜欢这个环境，啊，佫毋甘咱这个厝哦，这个阮爸爸辛苦拍落来的这个产业哦，啊，然后自细饲咱大汉这个产业哦无去哦，咱这高行产业无去，所以我希望讲咱转来会使。想看有啥物办法，会使甲这个算讲产业定改甲复兴起来。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吼，第一是，阮这节目一直拢有咧注目讲地方创新到底即马现主时，吼，不管是政府的角度也好，还是在地人的角度吼，在你来看，咱康仔寮的这是免讲到康仔寮遮大啦，咱准你啊学吼，咱遮各位像你安尼转来的人有几个？阮目前阮遮是无啦，甚至学弟你讲外围啊转来嘛是，我嘛无听伊讲啦。吼，像为咱出外转来，我嘛无听伊讲。那只是讲咱希望讲是做者带动啦，做者带动。为什么？你拄啊讲到地方创新这个代志，其实我一直拢感觉，一直拢感觉讲地方创新要成功。政府一定要投入资源，盘整地方的资源有啥物物件？你原本的特色是啥物？欠啥物？咱来去帮助这地方的产业定改个复兴起来。这才有法度讲真正地方定改反映起来。因为你要讲要定改创一个产业是无可能，像台湾的电子业要行到即阵嘛已经40-50年，才有法度今仔这个地步。啊，你地方产业去自以前就已经有的物件，你相对你。虽然是即阵较无好，反正嘛是个加一撮基础伫哩。做一个底，做一个底伫哩。你要做起来，颠倒是较简单。这是会使讲事半功倍。啊，你也要定解讲是去外口移植一个产业入来，这是叫做事倍功半。那我即摆甲你考一个问题，你以前是电子业嘛？是。做电脑的周边呢，还是？阮是做生产设备的代理啦。生产设备的吼。对。若是你继续在这个产业无离开。甲即马，你人生的价值感，甲你转来做这，你家己去创业，你感觉安怎来比拼？因为真侪少年人会迷茫去，你知影？即马 IC 咯，晶片咯，安怎咯？啊，到底要这个价值的选择要安怎来选择？还是讲无啦？你若有家底，你若有你厝里本地有那种，你就怎好选择？你若无你就去个，咱到底？少年人，你要安怎？你有互伊一个态度安尼，讲你着安怎来想这项代志？因为其实是安尼啦吼，因为阮第一只这个写徛家已经，阮自阮祖先啊，甲即阵已经200-300年啊啦。当然咱是有这个家底伫这个所在，有基本的产业的基础伫这，所以我转来会较轻松，会较轻松一丝啊。
啊，你当然这少年啊，伊当然有伊家己想要做的工作，哦，啊，毋过我是感觉是安尼啦，我一直拢甲一寡来遮少年啊讲，哦，我讲你若要家己创业，毋是袂使，毋过恁家己爱去盘整，哦，你家己迄个盘整你家己的迄个能力到倒位，因为来遮不比伫都市，你都市你今仔日有人有钱，你会使请有人，你来遮的时阵，足侪代志是爱靠家己的，哦，啊，你爱家己去盘点你家己有啥物能力，哦，像阮这我讲一个上简单的。阮来遮除了养殖的专业以外，你讲水管歹去，会晓家己修理无？电了吐水，会晓家己修理无？一寡电锯你会晓家己加减会晓拍无？无你因为你一丝仔工课叫人来，人嘛无法度来啊，对不对？人嘛毋知要怎甲你算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变做讲，而且佫有一丝有当养殖的物件，佫有迄个时效性，赶紧，嘿，赶紧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所以这个物件你家己去盘点，你要创业真好，迄拢是真好的想法。毋过就是讲你家己这个过程，你家己伫共上班的过程，你有去学习这个技术无？啊，你有去家己准备，有家这工课准备也好无？你要准备好，当然是会使啊。啊，你会使的时阵，就是变做讲，过来就是盘点你家己真正有兴趣伫倒位，哦。甚至阮遮，我嘛欢迎讲少年啊，你来遮探索你的职业、你的人生，嘛是可以啊。你会来遮讲哦，打工换宿，我斗三工嘛是会使啊。哦，听到吼，你嘛是会使啊，只是讲咱是希望讲，你家己爱真正有深度的思考，哦，有一定下落，毋是讲我今仔拄好向爬起床想到，啊，我就要来做，啊你啊结果做无2工，啊我无适合，迄是浪费大家的时间，迄落啊嘛浪费家己的时间。那是你家己的后生呢？像阮囝，我就甲伊讲，阮囝我就足简单，我甲伊讲，我讲吼，你要转来嘛会使，有啊，伊捌我提起讲啊，伊嘛想要转来遮做啊，哦，阮囝虽然即阵是国中啦，哦，啊伊讲伊嘛想要来遮做，我讲无问题啊，你要做，爸爸嘛真欢迎你转来，啊，毋过前提是变做讲吼，你爱先去甲好上过班，哦，你爱先去甲好上过班，等你想清楚的时候，你要转来，爸爸一定欢迎你转来。哦，这是家己的故乡，我已经欢迎你转来。哦，啊，毋过你在无去外口历练过进前吼，我是希望吼你毋好转来。哦，因为我感觉讲这是真重要一个过程，包括我家己嘛是共款，我嘛是伫外口历练过，咱有一定的迄个无算讲社会经验，社会经验，啊，你有一寡人生的体验过了，你才转来。你有这个经验，你嘛知影讲要安怎创一个事业安尼是是是，啊，然后你会更加知影你要爱啥物。像我转来，我就非常的清楚，我就是感觉讲，我就是要甲这地方的产业定解来做啊，多样性要做起来，然后找到上适合咱遮的生理的模式，这个模式咱给建立起来，这产业的模式建立起来。你这个规模，咱坦白讲，咱无讲算真大。嘿，是。哦，啊是安怎？有资本的人，嘿，无这个眼光看了讲，其实这个模型，你创造这个多样性的模型，甲在地深度的结合，哦，啊对着产销安怎，伊会当来复制啊做较大。这现在有钱人无这种想法，啊有想法的无这种资本，拄好轮到你。啊，因为这个部分是安尼，咱拄啊讲，因为是拄好咱这个，拄好咱是伫咱这就是咱的故乡嘛，吼，啊咱拄好讲，咱有出去，所以我毋讲，咱。为什么囡仔最后历练？伊就有无共款的视野，无共款的想法。啊，所以我就是因为有你甲靠这经验了，咱知影讲咱应该爱走什么方向。啊，外围啊，你讲大财团，咱这是几千万哦，几百万、几千万，看无在眼内，啊，毋过这对咱地方是真珍贵的。哦，地方的产业有法度扎根落去，这是真珍贵的。哦，这大头家你若有听到了吼，咱毋但是看了咱这角位啊，吼。其实咱台湾的这地方创新，乃至到农业吼本土，这个物件拢值得咱大家来关注吼。是。上后尾一个问题，我问你吼，以即马来讲，咱台湾的高抗吼，行到目前为止，是。你认为未来的出路，除了在地体验之外，啊有可能行向更较高级、更较顶级的这种出路无？当然这是有可能。哦，啊，毋过爱安怎做？这有真侪前提，爱过一段路，在我看，过一段路爱行。毋过这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这几年啊，我拢伫推动。哦，我感觉这是台湾的农渔业，哦，农业渔业拢共款，拢是这个问题。保种育种，这个政府爱大力给咱提供这个部分。
唔是讲啊我补助你去创啥，迄对咱来讲的时阵，迄是加拖磨迄加拖磨的。啊，咱就变做讲，你甲这个底做啊，底底做啊好，你看你甲你种用啊好，我鱼仔饲，我鱼仔便饲拢饲8、9成，我的成本就降低啊嘛，对不对？我的狗孔我都饲，像讲较早阮的狗孔是拢饲8、9成、7、8成、8、9成。咱的成本降低，咱存活率悬，咱成本就降低。安尼时阵，咱就竞争力，咱哪会惊压力啊？咱也免惊压力来甲咱竞争啊，对不对？咱无需要去惊外口的人来甲咱竞争，咱家己就真有迄个种竞争力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所以我是呼吁哦，咱的政府单位应该甲咱这保种育种哦，不管是农业、渔业哦，伊的保种育种这个一定要做好啊，然后找出上好的品种哦，上好的生产效率。哦，啊，互咱的变做讲，咱的产业有法度正向的循环。咱今仔日哦，阿兄哦，整个人甲这个在地吼结合斗阵吼，食狗孔你就想着孔仔寮，想着孔仔寮你就想着吼阿兄啊，谢谢。啊，你就知影讲这个本土味，尤其哦，咱也老实讲，我食过澳洲的啦，食过这个加拿大的啦、南非的啦，也是咱在地吼，唔知是。落感情还是安怎？你是感觉较清甜。对，咱遮诶，算讲咱遮在地诶民众，哦，阮在地诶住民就对啊，伊嘛是99%诶人吼，拢是爱食狗孔，毋食鲍鱼呢。所以像恁去外口食宴会顶悬，迄拢是大陆进口诶鲍鱼。其实因拢讲，迄食起来白正无味，啊烂烂，啊吼，啊我感觉讲，咱嘛是爱是狗孔诶，台湾诶狗孔，咱爱好好甲推广。哦，看安怎佫家定解有到另外一个高峰啦。这吼也是咱台湾爱提倡咱家己在地的口味，在地对着这食物的看法、观点。食面就要食风土。哦，啊，才会当真正提振着咱本土的生产。是，无毋对。台湾新眼界吼，世界万行台来遮，你唔来你会记哦，唔来是食狗孔哦，伊只白鱼哦，啊，佫有海胆。来，大家来遮士农教育，带你的囝儿是说啊，来遮行哦，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，感谢，谢谢。